没有哎、道路好像有啊，在挖，一直都在挖。对啊，路都没有铺好，这样子一直挖。不方便啊。有时候骑摩托车什么的话，会不好骑。我觉得这个系统很不错，但是好像很多市民都不知道。那这个系统就是可以让我们事先知道规划我们的行程，就代表说，我今天我要到某个地方去，我要到市政府，那我要经过的道路，我可以事先就查报今天这条道路上有没有任何施工，会不会塞车。对，我们会针对台南市各管县事业单位申请道路的挖掘案件，政风机构会督同业务主管机关来进行了抽查，对于路面铺设未符合规定的案件呢，要求限期改善，并且持续的追踪内管到改善为止。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婷。在路上看到道路挖掘，你是不是也会疑惑，究竟又在挖些什么呢？为了提供一个资讯公开透明的平台，台南市政府公务局开发了台南市道路挖掘行动查报系统，利用卫星定位，将清楚地标示每个工程的施工目的及所属单位，让民众一目了然。当然，如果有挖掘未报的情形，也欢迎民众检举，快拿起手机下载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公务局邱副总工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公务局副总邱前燕哈。我们在台南市一年道路挖掘的案件，平均起来大概有12000件哈。为了让我们使用单位以及管理单位以及我们政风人员的那个巡查，哦，那我们特别开发了这个 APP， 让我们的管线单位可以直接在现场就把施工前中后的这个状况，经由手机 APP 的程式上传到我们公务局的这个资料库哈，让我们公务局的同仁可以从照片以及资料库的资讯，能够得知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那也可以同时提供给我们管线单位。那除了我们管理单位以外，民众可以使用一般的登录系统就可以了，就不需要额外的再申请账号密码，然后可以利用这个 APP 的这个定位的功能，然后查询周边是不是有一些违规的这个挖掘这个案件哈。那民众可以根据现场有挖掘的行为，但是我们在 APP 的页面上没有显示通报的状况的话，它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功能，直接通报到我们台南市政府。那公务局这边就会进行一个查处，不合格违规的状况，我们会进行开罚这个动作。基本上这个查报的功能是非常的公开透明以及公开资讯的哈。相信这个 APP 的开发的这个功能，让我们这个台南市政府的这个道路挖掘管理能够更普及，可以更容易的通报，让我们台南市政府公务局知道，来做成一个现场调查及查处这个动作。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10月16日中嘉台南电新闻。109年度台南市副社杯全国飞靶射击比赛，对今仔开始到18号伫射击场盛大登场，来自全国60位精英选手拢来挑战，同时争取全国的总排名，代表国家出国比赛。来自全国60位射击精英拢来到台南参加副社杯全国飞靶射击比赛。对因来讲，这场比赛不止砍下全国总排名，嘛是第2国际联名的积分。所以包括2019年摕下世大运金牌选手拢来挑战，以世界杯进入决赛标准，随时准备代表国家出国比赛。这场比赛因为现在目前疫情的关系，所以在目前现在的状况都是没有办法出国比赛的。那没有办法出国比赛，那就只能以国内赛当国际赛，就是以赛代训的这种感觉来做调整。然后到了如果明年真的能出国，才不会有太大的落差，或者是没有办法调试或是调整这样子的状况。对，所以每场比赛就是都是以很像当国际赛这样子来做调整。我们这场赛会的话是列为体育署核备的一个赛会。那这场赛会对选手来讲，就是明年如果有参加国际赛会的话，他的成绩可以列为我们选拔的一个参考之一这样子。如果说能达到我们的
出国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给予工会出国比赛这样。为了表达对射击运动的支持，市长委托嘉义县林美燕、蔡小薇等民大众到场，除了颁发109年市长杯射击比赛团体组第1名，予淡市射击委员会，也颁发去年伫梅花杯、青年杯等得奖的选手。市长表示，对着射击场地设备甲人才培训的经费会全力小挺。长久以来，台湾不管在过去的锦标世界的评比，或者是奥运的评比，其实我们的射击事实上在东南亚、在亚洲是有名的。那么台南的射击在台湾应该也是这个很不错的一个项目。所以呢，将来市政府会在各界的敦促之下，我们希望把射击运动能够向上提升，在人员、在装备、在师资，甚至在场地上都能有比较好的投入。那也希望说中央能够协助地方发展，适合我们发展我们本身比较强项的这个运动，这样子的话能够事半功倍。为了市长嘛挑战无定向非法射击，伫国手的指导不止姿势100，嘛有大的目标。其实我们不管在军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都有打靶，当了兵也有打靶。那时候打的那个打靶跟现在感觉不一样，那时候很紧张，稍微这个挖地瓜就会被教官骂，今天很轻松，但是已经你看当兵的经验到现在已经30年了，那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现在打起来还是蛮有新鲜感，尤其这个定向不定向的飞靶跟固定当兵的时候打靶能固定的靶又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新鲜的体验，也值得大家来推广，更何况台南是有很好的这个经验，而且已经有很好的成果。我们希望，我们要让我们的选手能够有更好的环境来创缔造佳绩。市长除了借此来推广射击成为全民运动，嘛体会选手辛苦的训练过程，期待予因上大的加油鼓励，成为台湾之光。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伫108年争取中央1亿9000多万的前瞻补助，来进行白河林厝皮西南海周边6条观光路线的道路优质化工程。目前该工程已经开始收尾，市长特别阵容视察，表示这条路边是结合观光发展的双赢工程。白河区林厝边小南海周边观光道路品质提升计划，伫108年得到前瞻计划补助1.9亿经费，规划改善白河以及后壁2区，总共大约20公里的道路。其中配合白河区林厝边小南海观光区的重点路段，也一并进行历代景观改善，同时串联小南海风景区自行车道到白河以及后壁2区，促进带动地方观光发展。林厝边小南海是咱溪北的观光重点之一。那尤其周边的道路，因为来观光的人愈来愈多，所以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当然对着溪北，咱希望阁会当阁增加一寡这个建设。这个建设有当时是景观的景点的经营，有一寡有当时是迄个这个道路的改善，有当时是迄个排水的改善。所以这部分咱拢会尽量来阁加强来做。黄伟特强调，市府团队致力伫咧台南区域平衡发展，持续伫上大型民众生活的基础建设上努力精进，互民众感受到市政建设进步，再互所有乡亲朋友幸福安居的生活。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湾自来水公司第6区管理处为了鼓励民众申办电子小单，除了原本伫柜台申办送小礼物，现在对10月19号开始也加码要送礼券。民众只要伫今年底之前完成电子小单，也当参加抽奖，有2000块的礼券等等，总共137个奖项。为了爱护地球责任减碳，台湾自来水公司第6区管理处对10月19号起，民众只要到该区的所辖的服务所的柜台申办电子小单，除了有精美的赠品，另外阁提供超商的礼券做选择。民众只要伫个年底进行申办，
而且佮登录活动的网站，佮用来参加抽奖。申办电子账单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哈，包括我们可以来查询我们的这个用水的图表分析之外呢，还可以账单啊查询历史的账单啊，还有我们也会有没有缴汇的一个通知。好，那还有呢，我们还有现在如果办的话呢，到111年的12月底。都可以享有每期3块元的回馈金。如果到临柜来申请电子账单，除了可以享有小礼物的赠送之外呢，我们从10月19号开始呢，我们就加码如果有来办电子账单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来参加抽奖。那奖项有最大奖就是可以得到全年礼券2000元。那活动是到今年底为止敬请用户呢把握机会赶快来申请。宜兰县已经申请电子小单的用户嘛，用来参加抽奖，只要对今日起到11月15活动期间，到台湾自来水公司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分享按赞。并且分享活动的贴文，登录活动的网站，嘛用来参加水费的电子小单，一起来享好礼的活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南区组织亲子行动班日前举办社区参访，选择前往在地心情来进行自然文化课程，会让学生对着当地老情、自然生长性各种特色景观，拢大开眼界。东港警就组织小朋友发现一个酷奇造型的全新景色，引起不少讨论。早年詹文溪流域因为常常发生水灾，当地居民为了镇压水患，伫十日殿武圣庙头前种了一丛青仔树苗。经过105冬左右的发展，园区内的青仔自然生长成为各种形态，有蚊类、动物，甚至还有关岛。原本总共有36种奇观景色。但经过岁月的流逝，现在这尊庙前十日殿的庄名以及关岛的形体利益，让人感觉到遗憾。日前组织台南安南亲子成长班前来做自然人文打杂课程时，意外发现一个亲像是酷异的自然景观，同时也让在场所有人感觉到惊喜，造成不少的讨论。这让十日殿南天宫主委吴顺德为了一个全民做伙来找回生情特色景观的想法。做些小朋友甲家长。甲慈济的志工，来有些小朋友，伊就发现着讲，他发现鳄鱼了，结果大家来看，真正甲久了看，有够像鳄鱼，较早听伊个小可有呼吁伊个迄个小朋友嘛足巧的，伊会感觉讲这个是鳄鱼的花纹，伊个皮的花纹，所以借这个机会是呼吁大家，就是讲12殿新城这是民国64年，迄阵台南市的观光年开始发挥。这桩新城还有105年，64年发挥的时阵，迄个时阵新明降价，落找有36个天然的景观，因为经过这个40几年的腐化所以天然的景观只有剩庙前庙前的这个12殿的庄名甲一支大刀，欢迎大家来申报。申报，然后找着景观从这鳄鱼以后。阮庙方统一来做一个木质的匾阮会将你发现的名留了。那庙方这边，阮嘛会赠送纪念品。为了让市民大众会当更了解生情的典故，当地大庙十日殿南天宫嘛会提供免费导览服务，欢迎参观的团体、家庭做申请。大家有这个机会，那现在来看看我们12殿这个非常特别的神农的话。那就可以到我们的12殿南天宫，我们的大庙去报名。那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些文化志工呢，会来带大家一起来亲身导览这一片美丽的树林。那它已经将近有150年的历史了。那它可以算是我们12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然资产跟文化资产。对，那欢迎大家有空来这边走走看看。十日殿关岛现在佫加了一只酷鱼。生情园内底阁有真侪景色，需要被人重新发掘出来。观众朋友不妨大家小招来现场，做伙来找看卖。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红红火，树头飞。以艺术
术构筑文字，雕刻生活美学，剪出生命精彩。台南爱读册将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阅读生活，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接下来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一名56岁江女士伫今年初接受鼻癌切除手术，经过化疗持续追踪，不过最近突然间无法度行，两只脚会麻会痛，需要坐轮椅。经过安南病检查，怀疑是肿瘤转移造成神经压迫，经过手术已经顺利恢复。市立安南病院骨科医师许进成表示，脊椎转移癌切看的症状，就是脚趾饼痛，甲脊椎神经受到压迫引起的神经障碍。以脊椎受侵犯的部位，通常是上腰椎比颈椎较侪。其中江女士经过检查，发现是上椎第10节的转移，经过手术的固定上椎，并且进行脊髓的减压，减轻神经的压迫。目前已经渐渐的恢复。这个江阿姨她的一个状况主要是转移到脊椎，那脊椎被转移到的时候，它就整个脊椎的椎体就膨大起来去压迫到神经，所以压迫到神经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就是脚无力啊，然后没有感觉啊，然后稍微大便失禁的一个症状。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转移，那要看第一个本身病人身体状况如何。然后还有看我们说这个癌症是不是一个非常恶性的癌症，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本身的存活率，看，大概还有多久的时间，然后还有我们说它的转移的部位，那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来做一些评分，然后之后再来对这样的一个骨折，然后决定要怎么治疗。医师强调，亲像江女士这种的鼻癌患者，如果突然间双脚会麻会痛，无法度行。来怀疑是肿瘤的脊椎转移。离手术后，江女士嘛伫咧红山的陪同，共同出席记者会，并且感谢医师的治疗。是乳癌、原位癌转移骨头，然后不知不觉，脚都拢无知觉，脚都没有知觉，然后我就进来找张医师，我的主治医师啦，安排开刀，住院35天。35天当中嘛是有包含复健，然后就慢慢恢复，我回去搁利用我家己的时间，互伊尽量恢复有知觉，慢慢可以站起来。我来的时阵，整个人是瘫痪的状态，完全拢无知觉，下半身拢无知觉，脚嘛拢袂起，很严重，很严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唔知你有过喘气困难的镜头，而且是干那爬楼梯运动才会喘，那已经影响日常生活，这是一定要到大病院检查，因为患者长期落来被身体检验出原来是慢性肺栓塞、肺高压这款较罕见的问题。根据成大病院心脏科医生张宪元表示，这位50岁女性5天前就出现喘气困难，不过一直拖拢无处理。一直到最近连工作拢无法度做，后来评估起来是患了较少见的慢性肺栓塞、肺高压。医生进一步表示，这款病人早期拢无特定的镜头，诊断起来确实相当困难。慢性栓塞性肺栓塞最危险的是，它在肺栓塞过后，常常有些人没有发现，好像不明显的症状，然后就在忽视它。但是其实慢性肺栓塞、肺高压其实是个死亡率蛮高的疾病。如果完全忽视它，平常只是比较喘，其实几年后可能会莫名其妙因为右心衰竭而死亡。所以这才是我们希望，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个疾病，然后我们只要把它处理好，它其实就死亡率就会下降很多。主要是它症状不明显啊，很容易就忽视，然后常常出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不过医生提醒，虽然早期无明显镜头，不过若曾经有过静脉血栓，或者是肺动脉血栓，现在佮合并喘气困难，
建议一定要到大病院详细检查，一旦需要治疗，用道光介入，唔免开刀，同款会有真好的效果。今日新闻顾问是郭博义采访报道。香港有一名8个月查甫婴仔因为跋落水池造成脑损伤，经过急救恢复生命稳定以后，选择转来咱奇美病院治疗。这次奇美跨中西医经过一档8个月疗程，伫今年初帮助这名幼儿成功恢复正常。奇美医学中心结合儿科、高压氧、复健、加中医的占顾等跨科的团队，联手成功治疗一名肚水造成脑缺氧、加发育迟缓的查甫囡仔。这名查甫囡仔伫发生的时只有8个月大，经过香港病院的急救，伫恢复生命稳定2个月以后，转来奇美医学中心来治疗。伫107年7月，评估的时发现查甫囡仔除了有脑缺氧，伫白甲济的认知功能消失，发展有较慢等。经过一档8个月联手治疗，总算帮助幼儿病人成功来恢复正常。这个治疗呢，是我们表现了我们奇美医院的一个团队的治疗，总共是跨团队，由我们小儿部的周主任来领队，然后我们还有高压氧，还有复健部，还有中医的针灸一起，我们经过了大概1年8个月的时间。来帮助他，到最后我们总共做了高压氧，做了248次，病人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他2岁4个月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再把他带回香港的时候，他已经进步得非常的好。那这是一个跨团队的治疗，也是一个外地从父母亲从香港。跨海来台湾来求助我们奇美医院的一个团队的治疗。奇美医学中心高压氧的特约医师牛可奇教授表示，红婴仔伫出世以后，脑神经的细胞就一直在发育，一直到2岁时，大约发育到成人的8成左右。利用高压氧的治疗，本身会用的活化骨髓加周边的干细胞，帮助心血管加病变的脑细胞来再生。有了这间跨科的成功治疗，目前还有几个类似的红婴仔正接受联手的治疗，预计同款会用得到好的结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25度到31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在位1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